从下区温时代16连败第市橄榄球队球员伫国中拍基础得相当要紧，伊两曾经摕下7败全国冠军的北区明德国中。不过，请赢背后，其实社会却普遍存在参加球队就是不爱读册，甚至是学歹学生等刻板印象。但学校伫1802年聘请学家教练回来母校带队以后，伊的作风就是品德教育优先，才来讲练球。甚至惊学生伫每一天辛苦训练以后，功课对袂着，也阁有晚自习到8点。所以，所有学生无分男女来到球队，不止变了一款，甚至对未来拢有了明确目标。明德橄榄球在台湾还有台南的各项赛事之间都是蛮有成就的，所以进来之后又学到更多东西。然后老师在球场上的教导，还有私底下的管教，都是在学校略有耳闻，就都评价都蛮好的，所以就进来然后挑战自己。看到老师都不会跟老师问好，现在教练会要求要有礼貌，未来希望可以选上国手，代表国家争光。教练有时候就是晚上练完球之后会留我们下来读书，为了把没有补上的功课补完。你有什么目标跟期待？打上国手，为台湾争光。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以前那些不喜欢读书的那种才会参加球队的标签把它撕掉。那像现在球队当中，我们会去在晚上会再安排晚自习，然后把低成就，不管低成就也好，或者他本来就很会读书的学生，让他们提供在学校这里有晚自习的机会。那虽然出去比赛都影响到课业，那我们回来就是尽可以帮忙补救的，我们就去做到这一块。那337赛许备起。球员伫小小年纪已经有了未来蓝图，除了归功教练的鞭策，也有真侪优秀的学长，家里拢会回来陪因练球，现身讲法，甲因鼓励。在升学方面，我们也都像南二中或是成大、台大，其实都有橄榄球的体保的名额。那就是希望在学生打球之外，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并不是被局限在这个球队里面。一路行来，看到家己囡仔改变甲成长，愿意将囡仔送来球队的家长，内心拢有一份感动。从他们平常练习到他们这一次得到亚军，我们全程这样子陪伴看他们练习，那种感动，就是看着都会很想哭。然后孩子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高中3年的训练落来，教练就是无希望留下遗憾。你嘛用成绩证明，摕下今年全国联赛亚军，明年要继续拼冠军的决心。明德赞！台南新闻古文集采访报道。